当60後見識到當代月子中心時，出年我個女準備移開，我哋仲喺度討論緊究竟去唔去月子中心。今日咧我就同我女婿去幫個女睇睇佢哋揀中嘅全身提升咗個月子中心。哇！呢個咁大嘅嚇，係啊，而且環境幾幽靜。馬總你好，你好，係Jennifer你好，又見面。呢度有幾大啊？呢度前後花園加埋咧7000幾方嘅，7000幾方啊？係啊，總投入差唔多9位數。哇！7000幾方可以做個度假村嘅感覺。呢邊係成個一個後花園嚟嘅。哇！呢邊我哋平時咧好多爹哋最中意喺呢一度咧扎堆嘅地方，我哋簡單嚟講叫做爸爸加油站。係咪？點解叫爸爸加油站咧？全中心唯一一個食煙嘅地方，所以全部男人晚上就會喺度吹水㗎啦。係咪？呢一度咧係我哋嘅宴會廳，在住嘅寶媽家人可以喺呢一度招待賓客。呢度係圖書館，而家有寶媽喺度上課。呢度係瑜伽室，呢度係我哋嘅育嬰室。呢一個咧係智能環境監測系統嚟嘅，我哋以每分鐘去監測㗎。呢度一共有幾多房型？我哋總共有39個房，8種嘅房型。最細嘅房間咧就38平方，最大嘅房間咧就係呢一個房間180平方。即係等於呢個總統套房。係啦，呢一個就係總統套房啦。我個女要總統套房。好。其實我好好奇咧，住呢啲月子中心同我哋住5星級酒店有乜分別？其實好大分別㗎，5星級酒店瞓1晚啦，收你1000零蚊，最多包你1餐早餐。我哋月子中心包媽咪1日5餐，仲包晒所有 BB 嘅護理同埋媽咪嘅產後修復。咁所以咧完完全全就係同5星級酒店係完全係唔同嘅。呢度係簡直係坐月嘅快樂。爹哋呢間就係我哋幾啱嘅嗰個房間，係咪？係啊。首都，前開燈。哇！呢個就係你哋嘅夢中情房啦，2房2廳2衛，加埋超級嘅大陽台，仲有媽咪同埋 BB 嘅專屬護理區。噔，呢一個係 VIP 房專屬嘅智能恐龍蛋床，佢係全智能嘅。咁 VIP 房做咩服務？我請你食個下午茶就知啦。好。飲茶。嗱，我睇過之後咧，住嘅用嘅我都好滿意。咁究竟食點樣 ？OK， 下一 part 咧，馬上帶你落去我哋嘅宴會廳去試一試我哋嘅月子餐啦。哇，無國界料理喎！喺美食面前，我絕對唔敢喺物種面前認第一。喺呢一度咧，每個媽咪所有嘅飲食咧，都由我哋嘅營養師同埋專業嘅醫師咧，去幫媽咪去調理嘅。特別係產後嘅一啲媽咪，佢哋嘅所有嘅飲食，每日嘅攝入卡路里咧，我哋係幫佢去 set 定嘅，所以佢點樣食都唔會肥。咁啊，麥總同埋輝哥試一試啲嘢啊！係啊，可以下一欄噶啦。好啦，正式嘅月子餐正式上啦。呢個探調探到，但未試過探月子中心食70度食，咁緊要？麥總，你住酒店有冇試過咁多人服務你啊？冇，月子中心真係抵真係。試一試啲湯啦，係啦，其實咧一個媽咪都坐月子嘅時候咧，佢有4個階段係會經過嘅。咁呢個咧係鸚鵡草湯嚟嘅，嚇你飲一飲，專門係第一階段嘅一個排惡露同埋排瘀嘅。咁而阿麥總嘅呢一個咧就第2階段專門下奶嘅。下奶？男士都可以飲嘅，唔需要擔心。哦，得喎。OK， 其實月子中心燉湯係最緊要。煲仔飯都有啊？係啊，呢度有。攞嚟，係。你自己嚟啊？係。正。麥總，咁你對呢間月子中心感覺如何？非常之滿意，但你一定要俾心機揾錢。爸爸努力賺錢，老婆就喺度安心坐月。係。使唔使俾補貼你啊？有啊，好啲嘅。老闆，如果我女嚟坐月，有冇折頭打俾阿輝？當然有啦，馬總。我啲粉絲嚟咧，免費試食月子餐。嗱，點擊咗下方鏈接，免費試食月子餐，答我多得啦，記得啊！嗱，我哋嗰個年代咧，就條件唔允許，亦都未有發展到有月子中心嘅。
隨着時代嘅進步咧，科技越嚟越發達咧，大家都應該要刷新一下認知，同埋改觀一下嗰個生活狀態。所以話咧，專業嘅嘢咧就要交翻俾專業嘅人做。